九運係唔適合買樓嘅，除非你用嚟提升生活品質。2004年到2024年屬土，土主宰金融、房地產。如果你喺開始嘅時候買，合埋眼睛買咩都係賺錢嘅。但係到咗交接時期，疫情過後，我哋認為會好，撤辣撤咗，我哋認為會好。到咗正式踏入火運，火嘅屬性係確實存在，但係捉摸唔到嘅，就好似 AI、量子力學、身心靈、自然科學，亦都包含在內。呢段時間，我見到好多老闆都喺度揾緊北水南山嘅單位。我哋睇下呢幅圖，水喺呢個位置，水嘅作用咧，用嚟吸氣、引氣同埋解氣嘅，即係啲氣咧嚟到呢度，佢就會停低。而衰嘅方位咧，往往對面都係一個旺嘅方位嚟嘅。咁佢一路吸，啲氣咧穿過嚟間屋，然之後喺呢度停低，喺呢度聚，咁你間屋咪好旺咯。而我哋而家身處嘅小潭山莊，就正滿足晒以上嘅條件。單位周正南北對流，我哋北邊有水，南邊有山。我哋落去睇下座山嘅秘密。好多人都唔知道，回歸咁多年嚟，每屆特首都喺呢度許咗個願，同種咗棵樹。嚟到小潭山最高點，成條小路佈滿松樹，松果代表人類嘅智慧。已經有估價公司因為全球暖化、天災頻現，認為應該對物業估值作出重新考量。若我帶你感受起橋鋪路標準、建築結構嘅安全感，起港口、起機場標準嘅水管電纜，我係中原地產卡梅。